申命记26章第1节到11节。第1节，恁承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来徛起的时，就对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将所收成逐项起头熟的土产，摕一寡下伫哪去上主恁的上帝竞选，互恁服侍伊的所在。恁着去见值班的祭司，甲伊讲：我今仔日对上主我的上帝宣认，我已经来到上主对阮的列祖立誓赏赐阮的地。祭司就将你的篮接去，下伫上主你的上帝的祭坛前。你着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告别讲：我的祖先是一个四界流浪的阿南人，落去埃及，伫遐寄居，人业少少。后来伫遐成做一个大国强、人业济的民族。埃及人苦楚阮，欺压阮，强迫阮做苦工。阮就哀求上主阮列祖的上帝，上主听见阮的声，看见阮的困境、阮的劳苦、阮受的压迫。上主就伸出大开力的手，用大佮通行的事甲神热奇事，带阮出埃及，佮带阮到即所在，将即个流奶甲蜜的地赏赐阮。但上主，你赏赐互阮即个地起头熟的土产，我已经带来奉献互你。了后，你着将遐的祭物下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，伫遐敬拜伊。你甲利未人以及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着因为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甲你的家眷一切的福分来庆祝。